管是上班、下班，也係同朋友出去了，常會要遇到的事情就係交通嘅問題，也係時節有便車做的錯結好誒，所以你一定要學會亞基法，談好了。你愛去甲視察也係錯察，你愛去甲視察也係錯察。 你愛去甲視察也係錯察，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呢？趕快去看看怎麼用這一句話來去。你愛去甲視察也係錯察。哎，米兒，下班咯？對啊。對，然後要做乜嘅？等一下要幹嘛？我要去桃園找朋友啊。桃園哦。哎，你愛去甲視察也係錯察，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啊？我自己開車去啊。 你要去那一邊，你要去哪裡啊？我想去五分埔逛街啊。哦，五分埔哦。嗯。那你愛去甲視察要黑手查，你要自己開車啊，還是坐車？我要瞅查坐車，你知道嗎？現在的巴士、公共汽車很方便。巴士、公共汽車哦。那你要去哪裡搭啊？就公司門口一出去，然後左轉，然後過一個閔行터人行道之後呢，就有一個巴士站、公車站，那邊就有了。 哎，那所以你會經過閔行터人行道？對啊。哎，那剛好順路哎，那你要不要搭奶茶哎？搭便車啊，這樣就不用走路啦。真的哦，你人很好嘿，安子 C 哦。那哎，你的車子停哪邊？停哪裡啊？像地下室的停車場啊。停車場，走。複習時間。你要自己開車還是坐車？你愛去甲視察也係瞅查。 你愛去甲視察也係瞅查，公共汽車、巴士、人行道、閔行터、順路、停車場、停車場。行真嘢客家 V&B，本人客家 Q 下嚟講客家話。